高雄有真侪所在，伫今仔中昼12点半拢跳电，着民众掉伫电梯内面。台电表示，讲是高港超高压变电所新设电缆加入系统作业跳加压的过程呢，因为这线路故障，这害设备跳轨，详细原因还佫伫咧调查，也造成前镇南仔溪南区高雄园区高铁高雄一位顶单位拢跳电。 中昼时阵，高雄捷运凤山国中站出入闸门无度感应，连接电动的楼梯也停起来，民众只好用行落去，一寡设备暂时停机。车站设有备用电力，不影响列车行驶，但跳电的状况造成部分捷运车站设备短暂停机。高雄火车站也有相关情况，站内电动楼梯拢停起来，维修厂商来检查，研判是台电电压向降落，电动楼梯启动安全的机制暂时停起来。 手扶梯是坏掉吗？还是怎样？就是都坏掉，只是知道它电梯都不会走了。三明区杨某一个大楼有3位民众掉伫电梯内底20分钟才有法度出来。第一站跳电状况出现伫初9中昼12点半左右。台电调查时，电线故障造成的，包含前镇南仔溪科技产业园区，也有南区高雄园区也受到影响。初步统计，前镇科技产业园区有17间厂商受影响，南仔溪是22间，甲财务重大财务损失。 新设16万1000伏10号的汇流排联络电缆要加入系统作业。那在加的过程中，因联络电缆故障，场内设备受影响跳脱。 高铁高铁自来水甲其他大用户相关受害，台电系系列嘛要调查原因。只是西南风降沉影响南部真侪所在，天气真烧热。屏东山地门一度出现37.6度的悬温，这年来天气强劲后，用电量的称悬，是毋是稳定供电也正最重要课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